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细个细来这什么所在？有人会认识无？老师后壁这个山足水诶呢。这个是台湾，台湾的山拢像安尼啦。这就是中央山脉。听讲迄过去就是花莲啊。这是就是隔开东边甲西边。台湾的山拄仔伫中，叫做中央山脉。对，咱今仔要来说花莲哦。你看我后壁这个，这个个应该较无印象。门诺病。门诺吼，听讲这个门诺，一个大起身起门诺的一个医生，伊讲一句话做名哦，到即阵人佫会记诶。一句话。伊讲迄句话原因是因为伊伫遐找无医生，伊家己伫花莲做院长，毋过找无医生，足侪医生走去美国。伊想讲，美国遐尼侪台湾的医生，我花莲甲会拢无。伊讲花莲诚远诶，美国近近。对啊，本来要互观众朋友约看觅，这是什么意思？老师甲恁讲了，大家当约看觅，即个图是咧创啥物吼？即个规个囡仔围伫遮是咧创啥吼？好，今仔日即个医生诶名真歹读，因为伊是算是倒一国诶人。伊是美国人，生活伫中国，所以会晓讲中国话。对哦，但是伊诶名是翻译诶啦，是Roland Peter Brown， 所以叫做 Brown Roland。大家中文好诶，当念看觅。感觉念了台语含中文拢袂晓啊，袂认得啊。伊就是花莲诶门诺。花莲诶门诺病院诶创办人啦，伊出世伫中国，因为因老爸是一个宣教师，去伫中国伫河北甲河南，伊出世伫河北省，因为足早就已经过伫中国啊。所以因老爸就伫遐有设病院啊，办学校啊，伊差不多10个月，伊当生出来也袂一冬啦，也袂一冬，就中国毋是有迄个共产党甲国民党开始咧相战，相战诶时候，讲真惨啦，伫遐生活诶人真无安全。算做土匪一大堆就对了。伊掠准你是因迄边诶，伊也掠准你是因迄边，双边拢毋是人就对了。所以嘛，因某就甲囡仔带去美国避难，来占美，后来佫倒转来中国，倒转来中国以后，到佫较久咧，到1941年，咱知影1941年就开始。就差不多知影啦，共产党就已经红军啦，因叫做红军啦，就已经比国民党诶军队较强啊。我看一本册写讲，到两个政权要换诶时候，讲马路诶左边倒边。是红军要行要入城，来正边是迄个国民党诶兵要出来，两边安尼行。对，所以就爱开车呢，开车会开。迄阵就总是真乱啦，迄阵佫有日本，你看1937嘛，日本甲中国毋是宣战，就开始相战，战也未煞。咧共产党、国民党佫爬起来战，本来是对外战，即摆对内战，内外分袂清，所以不时拢诚乱。迄个时间中国足乱。所以伊
15岁伊就家己一个人，就等于美国读高中甲大学。因为伊讲要做医生对无？因为伊看因老爸的行为，然后拢帮惨人，伊家己想讲，伊家己袂晓讲话啊。伊讲伊若要做牧师哦，无恐惊较困难，因为伊袂晓，伊应该是家己认为讲家己袂晓讲话安尼啦，所以讲伊要做医生来服务人群，安尼就要做医疗的宣教师。安尼厉害。就是因一家人因一家因某甲因囝，因查某囝。所以袂晓讲话，较紧来去读医生，安尼就做侪医生会当帮助人，对无？而且因搁伫花莲即个所在真足无人要去的所在。对主要是伊等于读册拄好读毕业迄一冬，伊伫美国的芝加哥的大学读医学院，医学毕业的时阵，迄阵大概1952年吧，伊就接到迄个通知单，讲要调伊去做兵，因为迄阵韩战战争，足侪美国兵仔有哪去韩国战争，伊是医生嘛，所以要调伊去做兵。但是缅甸会伊是和平主义的信仰会着，因为政府美国的政府是会当互伊选择免战争的服役啦，就是讲你有若是做兵，毋过你毋免去烧战安尼啦。当然透过缅甸会中央委员会册派甲伊的证明。就甲派来台湾做，像咱即摆台湾嘛是有迄个替代役，有无？对哦。替代役就是免做兵嘛，你替代役，伊就替代役就来台湾。1953年就来台湾的台东，迄阵台东缅甸会已经伫遐有设立迄个叫做山地医疗团。台东比花莲较早。台东花莲拢共东平啦，拢连续做伙啦。所以伊1953来台湾，1955就成立迄个缅甸的基督教缅甸会的病院啦，就这样伫遐成立，伫花莲来成立。伊就伫遐做院长。本地伊是3冬啦，因为3冬后，伊就会当退伍转去美国啊。但是伊无爱转去，伊要对上帝，因为伊本地就是要做宣教师嘛。所以伊就要留伫台湾。结果留一个留10几冬，40冬啦。本来3冬就当了伊40冬才转去。所以就是讲做上帝兵是袂当退休的，安尼对无？继续做安尼。对，伊就是安尼伫遐投入伊的工课。所以听讲即个门诺伊大不时拢有咧做即个巡回医疗的。咱会记得讲，3个月进前是华人有迄个地动啊。来，因进前听讲因的 coffee 啦，就是迄疫情的时因边仔的迄餐厅拢去送物件免费互因的病人食。即阵门诺医院就讲，哇，安尼地动即阵足侪人无生理啊，因为差不多花莲拢是观光的嘛就无人。所以旅馆就无人要住。无人帮伊住，餐厅嘛无人要食，所以因的病医就讲安尼一个人，伊就分互因护士、医生一个人分5包，讲你来去外口食饭，甲因捧场，安尼，真感动就是讲互相帮忙，感觉华人遐个人拢是做听每一个就是厝边头尾拢处理的人。是安尼对因为伊看见伫华人遐个人。大部分的囡仔身体歹来看医生，其实毋是讲有啥物病，
是因为营养不良，大家拢瘦甲剩无一顶皮包骨安尼，所以感觉讲需要来顾细汉囡仔营养，所以伊就成立迄个牛奶的供应站，就讲大家早拢会当伫遐领牛奶去食，迄囡仔伫80个点，80个部落有设立迄个牛奶站。继续安尼做，每一日安尼做15天。简单哦。互人免费食15天，按迄阵拢用碗咧吸牛奶诶款。牛奶就吸咧起来就对了。直接是为迄个牛顶管甲伊用落来，了后直接起来啉诶。牛着伊即摆伫棉路毋是咧做院长嘛？伊咧看病，话人足善良，伊诶病无看袂使，足善良阁袂当看病，看了院长就交代护士讲，即个人诶医药，就讲伊诶医药费算我诶，就讲我来帮伊付啦，所以对伊诶口罩伊个扣钱就好啊。就无甲病人提钱，阁有一站差不多1960年诶时阵，迄个一站伊所有看病诶人，逐个人拢甲伊收1箍，原因就是讲，你好甲善拢收1箍，互善良人袂感觉讲，你若讲甲善良人莫收钱，好甲人甲收钱，安尼迄善良人会感觉讲诚无好啦。合理哦。所以为着要尊重一个人的自尊，就讲大家人拢1箍，就会使来看病啊。迄一站时间互大家人有尊严就对啊。袂讲感觉计较。阁有有一个台美基金会，咱知影即个台美基金会就是对伫一个伫美国做就是讲美国有一个人，伊捐100万的美金，要来做基金，然后每一档就颁奖互就是讲较有成就的人才啦，对安尼。一届咧领奖，伊要颁互鲍医生，领奖的时鲍医生有讲一句话因为伊迄阵拄好伫花莲找无医生啦，因的病院欠甲足严重，真欠医生就是去美国的医生足济，台湾读医生的囡仔足济嘛，留学的也足济，拢去美国就无会转来，所以就有伊就想讲一句话讲，美国甲会遐尼近，恁不是咧走，花莲甲遐远，无人惊会到，所以。即句话因为即句话咱普通听无啥，对医生来讲，伊会感觉讲，这确实有影。逐个读医生的拢要走去美国，什么人要去花莲？无啊。因为即句话，迄阵伫美国做医生一个足有名的脑神经科外科医生叫做黄胜雄黄胜雄医生。伊听了即句话就感动，就决定要转来台湾。伊就去找鲍医生鲍罗兰医生，就伫遐甲伊做伙伫病院内底做工课，伫遐2档后，甲院长2档后，院长退休，伊就接起来做院长。即个就黄胜雄就是感动，因为即句话来感动，倒转来台湾。是。就是讲，其实伊可能是无条理讲诶一句话，但是伊其实有迄个感慨啦，因为伊要找医生找无要找护士真困难拢足困难，病院无医生要哪会使但是去美国，伊知影去美国的足济足济台湾走去美国，台湾医生拢去美国。是安尼对，美国的钱较好赚，所以呢，伊
迄个医生，互伊好拖转来吼。这有一个故事吼，真咱来看，有一届甲迄个医疗团，毋是要去山顶还是海边嘛？伊甲落雨的所在做，伊是去验疗啦吼。去因行路行10点钟，行10点钟行到，等于是行一日啦嘛。行到以后就开始物件款款的，就要开始伫遐准备要医疗的工作。拄我一个警察来，迄个警察讲足歹，迄个警察讲，要担遮讲，阮遮不准外国人来直接做医生，看病袂使。因当然因讲，安尼会使，阮行遐尼久的路来到遮，阮袂当看，因就拜托要求，讲阮伫别位都拢会使。迄个警察就讲，我讲袂使就袂使。警察足大，伊讲袂使就袂使。有人形容讲警察就是啥物？当然是有白的罗马啦。就是迄个。但是拢无法度，伊拢伊就无法度，好安尼，咱明仔载个当转去，无讲10点钟行到，随便转来无可能嘛。所以讲安尼搭一个帐篷，就是讲搭帐篷。布棚甲搭起来过暝，第二日会早通来转。即摆因暗时困的时半暝啊，迄个警察过来啦，过来甲伊拢问讲，甲伊讨药啊，要甲伊先讨药啊，阵伊先互伊呢足惊的讲，你是毋是要用这套甲我掠？因为我若真正药啊互伊，就我并且互伊掠着证据。讲我伫遮甲人医病吼，医病是袂使哦，袂使，安尼会互掠去关呢，所以就毋敢互伊。毋过伊看到吼，像真诶安尼啦，一直拜托，面安尼悠，像真正是目肚疼款。鲍医生就从我摕一包药讲，你现食，即摆一包你现食，袂使摕出去交阮迄个。当做证据。后来个伊食了以后，就有较好是就医生个互伊3包，讲你个4点钟后个食吼。若已经袂疼，你就莫个食迄药莫食，就甲伊交代好。就转去到天光的时，迄个警察就来，就甲因讲，恁会使恁会使来，恁会使伫遮。会当留落来继续看病。讲会使。即摆讲会使啊，对，所以人感觉无法度的代志，对无？上帝一出手，出手变成会使。对哦，因为互迄个人吼，迄个大好巴肚疼，对无？讲伊知影讲即个真正是医生哦。这是真正有需要啦吼，所以就会当留落来。咱来看圣经这是华人吼，华人就是全部安尼啦。免脑病院是甲北边啦。因一直行到甲南边的所在去治疗病，咱拄则讲迄个故事。后来咱看圣经马头音25章40节，王要因伊讲，我实在甲恁讲，王就是上帝啦，恁也是耶稣啦。恁既然行伊伫我的兄弟姊妹小一个，就是行伊伫我。意思讲，耶稣就是讲，当然有人甲问讲，我也毋捌看你艰苦帮衬你，看你赤身裸体，佮互你衫穿，我毋捌安尼做。耶稣就甲解说，讲你若甲遮的代志做伫我兄弟，就是做伫你的兄弟中上美小的一个，就讲上互人看无起的迄个人的形象，就是做伫我。迄个人真可怜，无饭通食，你互伊一碗饭食，若安尼做，你就是互我食，就是迄个意思啦。所以迄个保罗来呢，医生伊就拢伊咧为什么会安尼做工，毋免领钱无要紧，佮顺续甲伊的钱佮互人。因为伊想讲伊安尼是为主咧服务。
哦哦，伊这个是门诺医院的宗旨，对吧？对啦，因的宗旨啦，是讲因的病院的一句重要的话吼。是，所以，嘿，伊的就是因的使命吼，就是讲伊所有的代志拢看作为主做的，毋是为人做的，所以你也免感谢伊，伊也无需要你感谢，因为伊是为你为主做，毋是为你做。哦，所以伊会当真，就是讲会当真甘愿欢喜来做遮艰苦人的代志。哦，这是值得咱效法的所在啊。是，就是讲做伫上世一个人身躯顶，就是做伫耶稣的身躯顶啊，对吧？吼。所以，然后你听上帝，啊，你先听人，你若无听人，要安怎听上帝？就是伊个意思啊。是，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感动诶，你嘛会当去足侪所在来服务，对无吼？免费诶，甲人服务。你咧做诶时，就是做伫耶稣诶身躯顶啊吼。就是甲上帝做诶吼，啊，毋免要求人报答你，啊，也免互人学乐吼，无需要人学乐，也无需要人报答。你若要做好事，就点点啊做就好。上帝甲咱报答咯，所以咱今仔讲诶，美国希望毋是美国足近啊吼，希望是咱诶故乡足近。华人应该较近吼。毋通阁走去别国。但是即阵伫别国诶人诶，你伫迄个所在，就是遐个边仔诶人需要你诶帮衬吼，对吧？就有需要帮衬诶所在，你着爱去啦。因为华人遐欠缺医生，欠甲足严重，就应该有人想着讲应该帮忙你。好，咱因为即阵是暑假放假。所以分钟主持人拢伫外口撞来撞去，所以咱今仔是用录诶哦，但是我会伫边仔听吼，甲恁做伙听。你若有啥物话，当继续留言，继续写落来，互阮知影吼，知影恁诶故事。好，安尼真多谢老师吼，今日甲咱讲一个真感动诶故事吼。愿上帝祝福你，后礼拜共款时间哦。咱诶。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做伙来听故事。多谢老师。